讲到这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正秀国籍的争议，内政部证实讲已经是第3届发函予这立法院和李正秀啊，要求要求伊呢，伫咧2月13进前来提供办理放弃中国国籍的书面资料。刘玉辉也讲呢，这李正秀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资格一开始伫咧登记的时阵就有问题，而且也查到讲伊是伫咧2025年3月才去到中国注销户籍的。也讲到呢，这李正秀案呢，就代表选务的空帮，未来会含这选务机关、内政部建立下合机关的这个合作机制，做回来解决。那如果在就职前并未完成放弃外国籍，任用机关也就是立法院就应该依照国籍法予以解职。针对民众党中配立委李正秀的国籍争议，内政部搁再通过，表示这阵已经分别对立法院甲李正秀本人3届发函，要求提供向中国办理放弃国籍的书面证明，期限压伫2月13进前。担任公职者不得拥有中华民国以外之国籍，好，这个是没有可以讨论的空间。那国台办也有公开表示，不会让他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，陆方在剥夺他在台湾担任立委的权利，我们还是会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所知。那国籍争议，中配的参政权爱伫台湾设置满10年，不过李正秀刘玉辉证明伊违反两法条例。2024年1月立委选举投票，甲搁较早进前登记做候选人的时阵，也有兑换户籍，一直到2025年才放弃，所以当时伊无候选资格。根据两法条例第9之1条规定，伫中国有色户籍，也是有领中国护照的，失去伫台湾选举罢免、担任军职、公职的相关权利。条例修正施行日开始6个月内，爱注销中国户籍，搁向内政部提出相关的证明，才袂失去台湾的身份。2004年的时候，两岸关系条例经过一次修改，所有的取得台湾户籍的大陆人士，他都必须缴交除去大陆户籍的证明。中间经过蓝绿政党的替换，我可以说并没有完全被执行，所以才会留下了12000多件。李正秀就是其中一个。选务机关在进行他的资格审查的时候，不会来征询相关的行政机关。那我们今天也发现说，的确存在一个制度运作的一个漏洞。对这件代志，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，去年有差不多1.2万个中配补交放弃户籍证明，即期监工这人伫2025年进前的年资拢无法度准算。立委会表示，年后会邀请跨机关协调整合，协助选务机关甲内政部建立合作机制。记者采访报道。